行政院长杜英泰到灾区看灾，是甲国民党的立委鲍坤基起口角。 不是要委员出来骂，网军侧翼出来骂，我觉得这样很不好。我们在这里让大家对于救灾的地方政府，我了解你的用词，不是我们的权责很清楚，是中央政府。我们现在先救灾可以吗？救灾，我们先救灾可以吗？当然要救灾，先救灾，危机没有完全解除，还有撤离的问题，先救灾，要救灾，好不好？拜托，就是来救灾。一起努力就对了，其他灾后重建要怎么处理？好，我们希望比照，但那是台风。好，现在整个市区全部淹没，几乎家家户户我现在担心的是，现在14个人罹难，100多个失联的，14个罹难，好不好？现在都是地方政府。鲍坤基甲杜英泰的手扭掉咧，真气愤哦！讲明明是按照着中央的规划来骗人，但是发生灾害，中央所甲责任拢撒予地方。 杜英泰并无回应，敢若表示讲做伙努力救灾就对啊。讲目前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找到失踪的人口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